歡迎光臨太子站，在此沿引導徑往右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可到達第二個分叉口。左轉可達客務中心，而直行則可達入閘機。入閘後直行往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到達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可沿樓梯到月台。如想乘搭升降機往月台，可在入閘後直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。